打我一下。我就是让你轻轻打我一下，你还给我来如来神掌呢！哎呀，怎么办？这么多钱，飞来横财，怎么处理？还用想吗？甩开膀子花呀！啊，你说，我开一慈善机构啊，收留你们这些老弱病残容易吗？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过着衣不蔽体啊、饥寒交迫的日子。苍天终于睁开了双眼 ，Thank you。马上给我订3张去马尔代夫的全价头等舱机票，咱们趁着夜色就出发，迎着马尔代夫的朝阳，开始崭新的生活。先待他个小半年啊，钱花光了，咱们再杀回来。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跟你好朋友玩什么豪赌啊？你拿走他那么多钱，他还过不过了呀？还有你韩毅，你平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，你怎么到赌桌上那么冲动呀？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品，但不能侮辱我的牌。哎呀，你快拿回去！我不要。凭什么呀？这钱现在是我的了，我给你了。看着，看着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可给你们都照相。你们要是再不把钱拿回去的话，我就去报警，说你们聚众赌博，还想让我替你们销赃。好聪明，说你傻，你还真就冒泡是吧？给你钱，把你急成这样，你要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。当这钱我借你的，总成了吧？你先把戒指的事儿给解决了呀！哎呦，韩毅，那我就更得说你了。上次你爸爸来吃饭的时候，不是说了他特想开小饭馆，就是没有启动资金。你都有这么多钱了，为什么不能帮帮他呢？这点钱买戒指都买不了色戒那种啊，甭说什么开饭馆了。而且我压根儿就不同意我爸开饭馆，他五行属水，开饭馆要动火，那谁投资不得赔个底儿掉啊？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呀？好聪明，这钱你就拿着吧，有钱再还嘛。就是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啊！以我现在工资水平，我连利息我都还不上，万一还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别咒我啊！你才有个3长2短。哎呦，韩毅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有这么多存款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孝敬父母，而不是我这种浮云般的房客。我真是有段日子没听过这样的大道理。哎呦，救急不救穷嘛！而且你又不是什么一掷千金的大户，你帮我顶多算是个穷帮穷，瞎帮。再说我想借钱，我早就借到了呀！你们赌，还赌出主人为乐来了！你们，快把钱收起来！你这从哪个星球找来的女朋友啊？白给的钱不要，还义正言辞地批评了好心人。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来自哪个星球。哎，不是，我们那么明显的放水赌博，他看不出来，等到钱到他面前了，他反而精明起来了。你懂什么叫大智若愚吗？他要是那么好骗的话，我排你单干嘛呀？想点靠谱的招吧，别净弄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，让他抓把柄。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，我整形医院那边的朋友回复我了，说可以给一个特别好的折扣。太好了，所以别怕啊，喜欢吃尽量吃啊。有关于后续的问题呢，我会尽力帮你处理。啊，那个，你稍等我一下。来，1、
我警告你，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工作了。拉皮条也算是工作呀。别歧视啊，行行出状元。我可以不打搅你，只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或者是给我一个你当天不在场的证明，要不然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我有必要让警察知道，他们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嫌疑人。不要恐吓我！你们这些读书人喜欢威胁人，李晴也是，怀上了个孩子就大惊小怪，还跑到我的医院去闹，我能不甩了他吗？你们的素质教育全白费了。我找到了一本李琴的笔记本，上面全都是你的名字，而且都打了红叉。这有什么奇怪的啊？李晴做掉我的孩子，对我恨之入骨。但谈恋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你可以拿这件事告诉警察吗？你是不是去图书馆偷窥过李琴？哎，你别给我乱扣帽子啊！我堂堂爱情圣手，不屑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。我泡妞明着来，这是职业素养。那你有当天不在场的证明吗？我看需要不在场证明的人是你才对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确实跟这件事情有点瓜葛，但关联性很低。那天晚上我也在那家 KTV 里，我们玩得很晚，一直到天亮。很多人可以证明。宝贝，我单身这么久了，真的很久没有心动过了。喂，喂，电梯信号不好，待会打给你啊。老德性，老招数，老台词。你怎么老阴魂不散啊？咱们俩已经分手了，形同陌路。别再跟踪我，别再纠缠我 ，OK？ 放轻松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贝克汉姆啦，还差着远着呢。再说了，分手了咱们还可以是朋友啊。更何况我现在的裙下沉多如牛毛，早就不在乎以前那些事儿了。哦，是吗？你真的该去照照镜子了。论长相，你就一经济舱；论身材，你就一飞机场；论钱财，月光一族。别撑了，还裙下沉多如牛毛。我看你就一孤家寡人。别再跟踪我 ，OK？ 不装逼，咱们还是朋友。
李晴最后搂的那个人，真的。不是你吗？